今日我哋訪問嘅係梧桐市的苗栗縣長常憲營講民宿，常憲營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想佢當然會行唔做縣長嗬，因為其實唔係複雜啊，雖然係苗栗人，不過我想拍戲當然會感覺好奇啦嗬。複雜做啊好好嘅啊，也係做到當高嘅一個職務嘅，侬想講愛來落成到一個地方嘅設計。我想一上人哈，一定要存有好心哈，所以講佢不管佢去做社會嘅事情咯，公益；做政府嘅事情都善政哈。但是講你發現到講政治方面，很多人做唔對嘅事情，咁發現到講很多人為了從政，再同老百姓講轉來，唔係講平常做一步一腳印。我雖然學習，但係我15年來都苗栗社區太好，為了人社區嘅教育、終身學習、個公民社會推動哈。我當認真、當用心都做，所以講學習有兩種，一個是講可能係象牙塔之類的哈，一種係真係都行到社會幫助社會進步嘅學習。我想我也15年來都苗栗做嘅事情，也一度向前有了解到。喺發現到講苗栗有乜嘅唔想去跳出來過嘅事情。做得安尼講哈，就講也地方政治來看的話哈，唔係講也地方政治全部是元素唔係對應哈。迄講一種生態唔係一堆，因為講政黨派內莊腳、黑道、個也金權哈，那種財團全部強下聯合起來，變成一個共犯的結果。所以講雖然講有人才哈，但有人才應該入到結果地位哈，佢用安尼方式來掌握政權，佢用安尼事情來做其他個人的事情、政黨的事情、派內的事情，唔係講全民的事情。所以一種結構本身。對苗栗的發展唔係好事情，所以我就要跳出來打破一種結構。唔係咁會講，一個唔講健全呢，一個喺苗栗非常嚴重嚇。那當然嚇，雖然講唔係單單苗栗安的問題嚇，苗栗生態沒有安的問題嚇，因為講一種很多黑箱政治嚇，所以講少數人把持，私人化也公共化資源應該係全面向下來討論來向下來使用，但變成講少數精英。掌握下資源以後呢，佢變到其他黨派、其他個人的利用，好，所以講因為一次同咁啊，捱到中央呢又關係以後又爭取一多嘅錢，但係我們講有啲錢又真係用到地方，用又卡嚇又看得到冇，好也做得經得起挑戰考驗冇。唔即係咁講，我講除了講想改變下規個結構，其實也睇起來係非常困難的一個工作吼，除了講。唔想我去改變一個結構，因為唔係安尼想，如無論唔是家己用一些如何我跳出來，因為跳出來本身如何一個理念嘅。咁除了一個以外，唔有咁講苗栗唔傾向愛提出的政見，唔傾向愛改革的，也算講建設的係乜嘅？那主要來看的話，就講嚇，因為人民嚇是來講一道想法，人民因為平常不按啲結果當定落去嚇，佢當到想法佢表達唔出來。所以講佢先佢嘅嘢佢有權利，現辦佢都冇權利咧。所以人哋民主不做唔得講做營業嘅民主，講人家民主做唔得講做營業先培嘅民主。應該講當業有事情做得較較共商共決。所以講一方面唔擔心講建設，好也唔擔心話發展會有乜問題。但是講人哋政府打開來，同人民得到信用，好用人民嘅力量入來，好得到人民嘅支持。要政府做當好嘅事情，唔是講。平常哈走透透添，平常行得看透透，讓政府透明化，讓人民信用入到政府，個較較強下來，哈來做事情，公務員也有尊嚴，人民也得到幸福，呢種係基本的主張。唔過我其實也是把我反映講，按你講當然，按你我咁講非常有道理。唔過講一般的鄉親，去按你提供嘅時節，伊公司的接觸講。侬冇同我講，主要想去做乜嘅喏？我開乜嘅路啊？我做乜嘅呀？有一個設計嘅東西，係冇提出來。鄉親我感覺講，唔過像冇設計證件冇。我實際講，我有證件當確實嚇，有實體證件嚇。但係你話實體證件嚇，不管交通建設、教育方面嘅改革，個也社會企業嚇，個也青年返鄉就業，大眾政策。部分人就是做當好嘅專家方面的研究，佢有請教人家全面向下來討論過哈，所以講嘅政策方面的需求面，佢有實際做嘅執行面，全部都有考慮到哈，包括佢預算執行度哈，
各有内有裁员，全部都有讨论过。所以讲也唔係講只有理念添冇做法，可能有願景，可能有做法哈。但係有個問題講有四大問題一定要先解決，要四個先決條件。一個講，政府係開放政府冇，要民主本身係整體係讓大家做參與的民主冇。個另外講要政府係以公益為第一冇，個有落實關懷冇。所以基本的原則一定要掌握到，唔是講當多年政策叫他炒的，好佢做下動向，但實際佢做法完了。好佢中央就愛做整齊的錢來，也係中央補助的錢，當然啦表現貨。好佢都要做的那高鐵，但講對地方來講法，是民眾嘅感舒適嘛。所以講也是講，做按你加持的價值觀的一種陳述剛好。但係講公共政策實際內容的展現。一方面真嘅都有，研究也做得多嘅。但係講當中要對講，要做價值，要做方向，要願景，要話行，一天要讓民眾來了解講，冇事民都講，佢個講嘅全部同樣，本唔出後快，全部用騙的啦，寫完以後全部要做束之高閣。咩樣嘅做法？就講我要下政策之前哈，我有專家背書，好，佢哋來討論。個另外要了解苗栗的情況跟問題，個最後還讓民眾來了解，所以要把先決過程，所以講係嚇同民眾一起來嚇共商共決。唔見家按你做行場啊，同按度鄉親討論下來，唔敢講數多嘅也個回饋係用嚟嘅。所以講嚇甘肅當層嚇，因為講人家大家前面有講過嚇，苗栗當年的人對政治不屑，好，所以講而且講有按你心來做法，就講直接，好，所以講直接同民眾直接的按你接觸。我得到當好嘅指導，好，我學習當多。我唔係講我轉來，我唔係講我搞客家，某個種好嘅政治，唔係咁意思。我同地方學習，我同民眾學習，講我得到當多嘅知識嘅關愛。好，包括講我適當時都是唔會睇啦，硬是硬皮啊，嚇，因為佢想家叫我拿東西本身，我當佢都得到當多民眾嘅支持，嗰個指導。喺我哋所聽到客家一部分，其實苗栗有635，差唔多635，甚至係個多嘅行業。唔講愛本大家啲唔係客家莊，其實唔是，因為大家啲一片係客家莊。啊，唔過地方好多人係有好多同客家有關嘅法通啊，有啲東西。唔見家你觀察感覺講，苗栗係會做客家文化語言相關嘅政策，係有乜嘅應該要改變，也想要加強嘅冇？也最重要的部分哈，唔單單政府來做哈，家庭要來做哈。一方面呢，把做用家庭了解到講文化承傳，使得講家庭係第一個最重要嘅經驗哈。個沙期客家哈，唔單單講平常做按你跳舞哈，了得是哈。因為都苗栗，我也沙期跳長期以來哈，個課程裡邊當多按的課程就講，佢表示佢寓教於樂，佢表面去。舞蹈啦，哈，冇做講去跳舞啦，要做其他嘅哈，比如講美甲的哈。但其實過程裡邊嘅客家文化、個客家語言的宣傳，全部都表落去嘅。一方面做考場喺度課程裡邊哈，喺度欣賞當有經驗，佢宣傳客家文化、客家語言，佢作為寓教於樂，佢用其他課程、專業課程哈來帶通，也要從沙期個教育角度嚟做。個要政府嚟做嘅話，哈，應該要政策方面要有一個開態架構哈，做一種多元文化，好，個一種族群的一種哈相互學習。一方面因為苗栗65%嘅行業哈，個係有35%假設也唔係行業嘅話哈，讓其他族群一嚟認同，好，個人家做了解佢哋族群嘅優點。好，一方面嘅話，每讓客家因行因態哈，因嚟因創新，個因嚟個體為因嚟因態，個語言方面嘅重要性哈，我讓佢哋族群嚟喜愛。好多講到講，我用韓國多年來了解一個語言嘅重點，吼，其實也有當多嘅發通，希望會按嚟做啊。唔過我發現到更加當多嘅客家文化相關嘅政策，吼，會用觀光來做一啲主題啊，想講用觀光為主，讓像韓國多嘅人來接觸客家，這個嘅想法唔係按嚟。一方面一定做嚟做哈，因為觀光方面的帶通哈，一定係當有效嘅哈。個另外是咁個教育係當重要力量哈，一個家庭教育，一個社區教育，一個學校教育，個一個社會教育哈。學校方面嘅話哈，我做的是到我知道講課輔嘅部分哈，學生嘅下課以後，不管你喺學校底部，亦係講到腦部哈，做到
用其他自由选择，只要学客家话也好好的话哈，有时候有1小时、2小时哈，可和共学。好，一方面到纽约的犹太人哈，佢早晨头哈，一直读书到下晝間，下晝是講猶太公學，學講2種猶太語言。好，所以講講猶太語言佢冇損失太，唔流失太，注意因為講，即係小學生、中學生下課以後，好始終要做去這個猶太公學去學講語言。假使講客家鴉片也做了用安尼方式的話，客家沙期腔來帶通。好，所以講唔單係學英文，也學漢語。好，特別我都客家好見做見專家哈，沒有推動一個做法就講，假使人家下課以後也學生也都學生誒，願意轉到人家哈學習嘅地方哈，做一方面用客家話教英語，好也有一方面學英語，一方面學客家話，好家長們看好較支持。好，一方面就講，一方面學到英語，一方面學到客家話，一方面都家下都會推廣，後面推到分享俾以後安尼。喺講多種類選舉吼，其實也講到頭多嘅理念，唔過唔一擺嘅，唔看唔係你中強家風嚟留個好先嘅。啊，清楚嘅對數其實國民黨也有，民進黨也有，還有國民黨唔過用吳東西嘅身份，伊也喺地方上做歸咎嘅。其實主要嘅對數都上嘅嘢，唔即個我嚟表當然係非常辛苦嘅也好，啊，還係想講我繼續安尼。還係我安尼做係咪？因為選舉本身哈係一種同民眾哈學習嘅過程哈，我當從事一個過程。嗰個實際講對數唔免講國民黨、民進黨也其他無黨係乜嘢，係講人家政治理念，民眾做了解冇，個人做講比談冇，個一提學習冇，提對話冇哈。所以過程地方地方我發現到講哈，因得到哈客家了解嘅支持哈。所以講也做一種新的政治發展的方向哈，因為講過去選舉嗰叫做偏本藍綠哈，冇做族群哈，要做分裂人士嘅苗栗，用苗栗建設長期以來哈，用藍綠用族群安尼假議題，咪到喺個客家建設方面就是互相卡來卡去，選舉家下互相對立，選完以後呢都互相卡來卡去，人家都希望講也擺主講用超越藍綠方式哈，變得講人民最大派，變得講苗栗派。變得講哈，我們超越藍綠，超越族群，變得講我們苗栗是一個團結的社群，好，然後不應該在哈，不應該在族群方面也好，也講也藍綠也方面的分割也政治上的一種哈公共化，好，唯有講嗰度安尼有私人目的的人，佢哋會想要同本野本家，又要本野利益，所以我哋嘅做法就想希望團結苗栗，看下未來喺邊苗栗發展的願景哈。甚至講喺邊講苗栗做一樣貢獻整個回到台灣哈，要有個太大格局的思考。即個係有安尼，佢有理念相關的選舉啊，更加都見安尼寫嘅過程吼。下一擺係有人問唔講，家有複雜問唔講，我係有安尼嘅想法，唔會鼓勵也來參加嘛。即當然要鼓勵嘅哈，因為講也唔難你講素人政治嘅問題哈，一種係代表講。人家學習，人家研究嘅項目，願意同世界同人民來對話冇，願意貢獻下世界冇。嚇，因為講你貢獻世界嘅話，嚇，做唔得講，佢應該就靠到鄉下塔地步。你當好嘅想法應該要分享俾嚇其他人民。嗰個唔使知道講有啥嘢有不公不義嘅事情嘅話，應該跳出來。咁講地方按你發展嘅方向願景唔對頭嘅落去，應該嚟嚇尋找嚇同人民結合起來，來改變一種。困境。如果你做下來，冇感覺講後悔啊？從來冇過，我只是都講得到按多人的鄉親，個按到教師嚇，按到專家，個按到朋友的支持嚇。我感覺學習當多，個還是都講，人人都過當願意。我感覺對人生，雖然講嚇同台北個身份係有當態嘅差別嚇，但係講有種做法裏邊，我感覺講一生人。好，佢嘢我想當然做問自己一個問題就講，我做了解日本世界、本自家土地、本自家家鄉乜嘅遺產冇嚇，所以一方面我就當然就得到按同學嘅鼓勵就講，按做完嘅事情係對嘅事情，就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呢個還是受到當希望，好個當感謝。你即個人講素人嘛，係啊，你嘅優勢係嘛？我優勢係冇，我做講客家知道講。有安尼理念哈，有安尼願景哈，客家人認同安尼理念願景，即係我嚟教人哈，一樣嚟向下嚟結合起來。所以我吹睇優勢都講，唔係講我自己要多
大体访问，个爱有动态、样态的理想，我就讲，我知道讲，我当幸运得到当多相信哈，佢愿意跳下来支持人，啊来协助人，让人有学习的机会，这係最大優勢。我们要访问的是舞动系的苗栗安中长线营孔思怡参选人，您好。您好，玉龙好，我们所有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知道苗栗有大概差不多65%的客家乡亲，那我们常常讲到客家乡亲，会说把苗栗分山线、海线这样。那您在竹南，其实我们一般说海线这边，其实您也耕耘扎根蛮久了。如果您当选县长，您也是会注重客家的文化跟语言，那您打算怎么做？好，我想世儒虽然是居住在海线的竹南，但是我们在海线除了竹南、后龙、通霄、苑里是属于闽南庄，但是它其实客家人的族群也占了差不多将近30%左右，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客家族群也都在闽南庄这一边共同生活。那我也一直希望我能够以一个客家人来看闽南人来看客家人这样一个方式来做处理。人家说当局者迷，或许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客家族群需要怎样的一个加强，怎样的来做一个发展，我想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一直非常清楚知道，很多客家子弟现在也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点，大家出去都不讲客家话。那不知道是同化的，还是他们出去讲，怕人家听不懂，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所有的客家子弟他们都能够出去，都能够讲客家话。那讲客家话，第一个对我们母语的一个保护，同时也让许许多多这些闽南族群不同族群的人能够了解客家人。那我们也一直希望，不管是任何的一些产业还是客家的一些文物，我们都希望让所有的人来到这里有参与感，他们 DIY， 让他们的 DIY， 他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客家族群以前如何上莽大평如何在这一块土地来生存、来发展他们特色的产业，所以我们都希望来做 DIY 的工作。让更多的族群来了解客家族群。您的 DIY 是指？那譬如说 DIY， 像我们的公馆，不是有陶瓷嘛？那公馆的陶瓷，我们不要看成本，不要看这个整个的一个成品。我们如果让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族群来到我们的公馆，他能够来玩陶瓷，他透过玩陶瓷，他能够了解到客家的文物。我想这个就是属于一种 DIY 的一个作用。像我们三立的云火龙节，云火龙节如何来制作这一个云火龙？这也是一个做 DIY。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云火龙？那像我们苗栗市非常出名的我们的棒龙，那我们的棒龙也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了解，参差的许许多多的客家的一个文物。以及客家的活动，让所有的乡亲、不同族群的人来到苗栗，他都非常清楚，原来为什么有这样苗栗的一个棒龙？为什么有三立的云火龙？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产物的一些客家产业？所以应该要广为行销，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苗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它是处于大台中地区跟大台北地区的中间，所以在推广观光休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而且这2个大区块
是全国消费金额最高的。那我想我们苗栗啊，在以前历届的县长，他们都非常的推动我们的观光休闲文化，所以在苗栗县也有许许多多的民宿。那民宿陆续出来，但是我们这一边欠缺什么？我们的民宿欠缺客家元素。我们许多的民宿，你应该要让它改造成许许多多参差客家元素，才能够让不同族群的人来到这里，他体验到哇，原来这里是有不一样的客家风情。大家都会觉得观光其实是非常值得发展的产业。不管你在每个地方都要发现在地很特别的地方，让当然也让乡亲可以赚钱。那除了这件事以外，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苗栗的财政其实是还蛮受到诟病的，就是好像财政的负担是非常大的。那除了观光之外，在苗栗，您觉得要怎么样改善这个财政的状况？您很主要的政见会是什么？好，苗栗县的财政，我想现在全国都在注意，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不追究到底以前怎么花，我们要考虑的是要如何开始来让它进步，如何来开始来赚钱。那要赚钱，我常常在讲，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这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啊，老祖先有告诉我们，有土司有财，所以要如何来赶快来帮苗栗县的财政来做一个处理啊？我想还是要从土地开始。其实要处理土地的问题，应该要先从百姓的问题来先着手。我常常在跟他们讲，有百姓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长年累月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持分地的问题。以前老祖先已经留到我们现在这一代，有的一块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块的土地，但是他要印章盖了50、60个，那有的印章又盖不到，怎么办？就放在那里。这一代没有解决，50、60个印章你盖不出来，到下一代你要盖200多个印章，更没有办法处理。那在第3代已经都没了，那这一些都是百姓的痛。其实这一些都可以要处理，那这些要如何来处理？我们绝对有办法可以处理。那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帮百姓解决他们心中的痛，否则他这些土地要卖也卖不出去，要借也借不到，甚至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土地，他要申请任何的补助，他都没有办法申请。所以要处理持分地的土地视为第一要件。那有很多人在讲，那如果人家不要呢？不要，县政府绝对不勉强，县政府绝对不能去强征。但是我们都希望，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如果这一代再不处理的话，他下一代怎么办？您说，如果我想要卖，要让他可以卖得掉。如果你想要处理，当然我们会透过县议会，因为县政府本来就有一个地方自治法。那我们通过，譬如说你6成的同意，7成的同意，你同意了以后，透过我们县政府，我们来帮你做规划，你或许你就可以不一样的一个地目。那这个不一样的地目，那当然我们帮你做整合，整合了以后，我们会帮你征收，由征收来做整合。那你征收的地价，我们也要成立一个地价这个评议委员会，透过我们地方的人士，利用现在那边土地有买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来订定这一个价位。订定价位以后，让你这一些地主，你愿不愿意？你如果愿意，那我们就来帮你做一个整合。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推出不一样的园区，不一样的使用目的。那我们把你整合了以后，我们县政府能不能招标？可以招标了。那招标就是根据你的地目、你的需求，那同时我们做招标的动作，是不是又能无形中第一帮百姓解决问题、土地问题；第二个帮县政府又能够增加财源；第三个又能够土地活化；第四个以后如果建设起来了，又帮地方增加财税的收入。
这是通通都是双赢。那有了这个土地啊，您说有土司有财，在这个土地之上，您想要做什么？就是会有哪一些产业的想象，或者说发展的想象？那我们就可以依照我们该地区、该乡镇它的需求，有的地它是在市中心，那有的地它是在山上的，有的地它是在农村的，它是农业地的，整个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做不一样的一些园区的使用，还是做规划。那您会有什么想象是苗栗之后，我希望它是什么产业为主，或者是你有这样子产业的分布的想象吗？第一个很简单，第一个我们要帮百姓解决问题，这些是百姓的痛嘛，哦，他们长久以来历代的痛，这个先帮他们解决问题。那第二个就是防止土地荒废，让所有的土地它都能够做使用。那所以我们常常在都市，为什么奇怪这边盖了很多的房子，怎么就只有这一块地都不会动，甚至还在当菜园？为什么您觉得之前苗栗没有在处理这些事情呢？第一个，有的是要做大的，以前苗栗他要做的你像他们大埔啦、湾宝啦，他们要做的是要做大面积的，所以他们要做工业区是大面积的。那大面积它要有一定的一个面积，才能够达到它那个要施作的一个范围。那我们处理的是小面积的，是散布的，每个散布不一样的地区的一个小面积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好像大埔事件，像以前大埔事件，为什么当初苗栗县政府有讲？有90%多的人是同意的，只有少数的人不同意。其实他当初在做的90%多同意的，就是他们是持分地的，他们透过这样征收，他的土地才能够解决，所以他们都愿意让你县政府来征收，你来征收，反正我持分地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当初反对的，就是因为他不是持分地的，他是个人拥有的，哇，他拥有他的比如说500坪的啦、200坪的啦，甚至于1公顷的啦，他们是拥有，所以当初反对的人是比较少，但是他们拥有的坪数是比较大，所以照我讲的就是说，像大埔这样，他90%多赞成，就是因为他都是持分地，他赞成。所以以您觉得是，其实苗栗有很多这样子，你帮他解决，大家都会想要发展的，所以这是你很主要去把它解决。您觉得把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很想处理，所以我就帮你们处理。那这些小的东西都处理了之后，可能大家就会更有发展。您很主要的症结是这样。对，那你土地才不会荒废掉，那也同时解决百姓的问题，又增加你财政的收入，那同时也让地方有所发展，它就不会荒废在那里。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很多在都市计划内，有很多已经把人家划定一些公共设施，划定了20-30年的，你也没有办法去把人家征收，那你就把人家摆在那里。你说那些地主何其无辜？他以前老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他何其无辜，让你划成公设地，你又不征收，结果害他们又不能去买卖，银行也不能借，就放在那里。我想这个都必须要解决譬如说在我们竹南那一边，以前有高中用地，那高中用地坦白讲，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那本来就应该要把人家解编，要让他们赶快去做都更。那这一些如果都更一做，那一样，我们地方政府还是可以有这个收入，都一样能够增加财源，像类似这样的都是很好的，那对于有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荒废的一个土地，那我再讲，其实要吸引所有的乡亲回来，青年子弟要回乡，其实我们分成3项。第一，硬体的就是你要把这一些工业用地，你要非常好的条件吸引许许多多的企业厂商，他们来进驻。甚至于我也常常在讲，我宁愿让你来用这些土地，我免费给你，免费让你用，但是
你的总部要设在苗栗，你的营业税，你所有的税收要放在我苗栗，才不会人家讲的这个生鸡蛋没有放鸡屎的就放在这一边。哇，很多企业厂商他在这边生产，但是他的税金都缴到台北去。那我想相对的对地方是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们希望提出优厚的条件，让你能够来这边进驻，但是我们要求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把总部设在这一边。那我想我们的营业收入自然而然也会增加，哦，这样对我们地方才是有助益的，哦，那这也是除了能够带动我们的企业资源来进驻，同时又能够增加我们的就业率，好，能够吸引青年学子他们回乡来，这是硬体的。那第二个，在软体的，我们客家族群啊，我们客家庄有很多产业，那像我讲的很多文创的都可以回来做。我们要鼓励许许多多的文创产业要回来进驻苗栗。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你像好三义的木雕街，其实我们三义的木雕街我一直在看，如果再不赶快做改进，以后三义木雕街会没落。为什么会没落？因为在那边所贩卖的许许多的木雕品，已经有许多都是从大陆过来的，而且都是同样的东西，已经没有客制的东西，也没有创意的东西。所以，譬如在三义，我们马上要做文创园区，文创园区开创出来，把所有的这一些老师、这些知名人士，让他们在这边来做创作。那除了他们的创作，同时就根据我刚才所讲的 DIY 的东西，也要让大家来尝试。那当然，你有很多的客制的东西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在这个地方它才会发展。这一些是属于一些软性的，能够吸引人家回来的。那最重要的，我们的农业的的确确一定要做处理。要如何来吸引我们所有的青年学子要回来家乡来做农？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到田地去看，你已经没有看到年轻人，你没有看到年轻人，你已经都看到的都是50、60岁、60、70岁的老人家。其实他们也怕年轻人，你要让他回来，你就是农业要让他能够有收入。其实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我们的农业其实他们的成本增加，但是他们的股价有没有增加？没有增加，中间穿插了许许多多的商人在剥削。所以，如果我们农业第一个，政府应该要保障契作。我们根据你的成本，根据你的人力，你只要制造出来，我不怕你做，怕你不种。你只要种出来，你不用有行销问题，政府帮你收。你基本的多少价格，我都会算好的。这是县政府可以做的吗？可以做的，这县政府绝对可以做，可以保障契作。当你保障契作了以后，他们回来，他们敢不敢做？他敢做。因为他至少他有这样一个收入，他敢做。所以第一个一定要保障契作。那有很多人在讲说，保障契作后，那些收回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做2级的加工，做食品加工。像以前有很多人什么滞销，香蕉乱丢，其实香蕉可不可以来做香蕉干？那本来就是要做。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农会已经都没有朝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你觉得就是要再加强？一定要做，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这样才能够保障农民。其实我们很多农会是没有在保障契作的，没有保障契作，甚至于还有很多农会跟商家来做结合。我想这样是对农民是不公平的。那这是第一点，一定要保障契作，才能够让他们有稳定的一个收入发展。那第二种，你一定要把资材的部分要加强。我常常跟他们讲，
你一定对于温室的、对于往事的这一些这些要做补助，帮助他们。第一个，我们常常遇到，譬如说最近水梨水梨在要收成，在收成前的1个礼拜、2个礼拜，糟了，台风要来了，要不要收？你不收，等一下又会落果；你收了，品质又不好，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快来做这些资材的补助，让他们能够来做温室的、来做网室的这一些栽培的一个场所，能够把我们灾后要补偿的这些钱先拿来前面用，来帮忙他们。那帮忙他们做温室、网室了以后，第一，他不用怕天灾；第二个，他能够增加它的质跟量；第三，他能够稳定的收成。我想对农民，他自然而然，他才会有这一个信心，说：他现在来做这些农业，他生活是稳定的。所以我想可以透过这许许多的方式，能够吸引我们许许多的青年学子，他们回乡来做这样的工作。